我想測試遊戲，揀正常，簡單就太簡單啦，應該。一睇大家都向呢邊走啦，去呢邊走，都咁樣。咁如果唔向呢邊走會點呢？哇，好上升。呢個唔向呢邊走會點呢？會俾人火燒炭烤路人肉。呢個就應該要速跳，然之後呢個細聲啲，一下低咗。呢個直接衝，認真模式啊！聽唔明，但係知道係侮辱緊。呢個人跳喺呢度做咩？都冇用，傻佬。好多人跌落去，唔信第一關都過唔到。點解我跳到㗎？哇！差啲跳出返上去，應該就 OK。應該放下過去啩，飲得。哇！喂！得成功！咩鬼嘢？但已經掌握到咯。我跳到嘅，跳到嘢。我跳即刻返上嚟。而家用咗幾多分鐘？要再喺呢個圖點度試多次，係咪應該係咁噶？沒錯，係咯。
嗯嗯嗯嗯嗯。差啲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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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有 game over， 應該係咁樣嘅狀態。我得㗎。可能因為個畫面好震動。5分鐘。想係咁跳啊！嗰個。嘣！我操！發射嗰一刻跳，發射嗰一刻跳，發射嗰一刻跳。明得啦，啱啱。係啲耐性咁，係咯。應該數1，白色之後數1。唔得嘅，我要跳下1秒。我要 kick 啊！問號加滿屏問號。再試多次，唔信咁啦，我都過唔到。OK， 先儲存一下，咁呢就係B。然後就呢個，哇！一下走2個陷阱，扣住。Reverse， 再試多次。Easy， 簡簡單單 ，Go Go Go， Go Go Go， 哇！
解嘅？我算殺咗佢哋都冇改變，咩事都冇改變。我啱啱企嗰中間，我就唔信，咩都冇掂。放下，跟住呢隻怪獸點解咬我？因為我未達到50訂閱者，所以佢先會咬我。令自己都感到可笑嘅笑，令自己感到可笑嘅。令自己感到可笑嘅，未達到50訂閱，所以佢咬我。知道。嗰個老兄，佢就試咗咁多次，就死咗咁多次。呢個黃髮老兄，啲人係點樣去到咁後嘅區域㗎？黑色區域嗰度點過去㗎？呢度跳過去啊？點解跳唔到？呢度秘訣嘅，應該都係靠跳嘅啫。我大佬2蚊雞。呢個就傻佬殺手，叫做奧比傻佬殺手嘅殺手殺咗。呢啲奧比殺手個長相真係非常兇殘。啱卡。來。感謝老天爺。應該得啦。開頭嗰個上去都比較難。拍手。容忍開始，這個人竟然開始想打爆他的小平板。
嗯嗯。嗯嗯，同你打爆屋企個路由器。咁如果跑咁耐都未跑到咁啩？如果呢輯影片我就係試到20分嗰陣時，然之後呢輯影片20分鐘。如果我哇，真係傻佬！差啲，繼續高。哇！10萬訂閱，1萬訂閱就令人澎湃。好長啊！20分鐘。我要將呢兩隻嘢殺晒。做咩啊？做咩啊？有效提有用嘅提示都冇用。要做咩啊？一隻一隻殺，殺晒佢哋之後慢慢真係唔好殺啦，唔好理佢哋。都係呢度比較難，以後就唔難噶啦。因為就咁樣跳過，就會俾殺手跳過去。差啲。慢慢來，我敢保證，我絕對可喺20分之內過到呢一關嘅應該。如果唔得就25分，如果唔得嘅話就1個鐘。25分唔得就30分鐘，30分鐘唔得就1個鐘。呢個新手就去打。其實呢個比嗰啲本身跑酷好厲害嗰啲人確實幾好，個充滿惡意啊！呢個 game。呢個20分鐘唔得就25。25得就30， 30唔得就35。呢輯影片嘅個長度有機會超過1個鐘。咁樣嘅視覺會唔會好啲？唔會。非常好。
嗯嗯嗯嗯嗯嗯啊！嗯呢個係唔可以任何嘅停留，因為仲有兩隻傻佬跟住你。呢個會每一步都喺度前進緊，差啲。差啲啊！哎呦！而家就不得不彈到嘅隔離位同學係以前嘅，佢玩奧比特別，唔可以講厲害，又唔可以講弱，我冇見過玩奧比，但我覺得佢係嗰種奧比好厲害嘅，以前嘅隔離位。佢都有定力，應該，因為我叫咗佢，佢都有講到。壓力太大啦，後面兩隻，好。就有冇機會殺晒你會好啲呢？你單殺一隻都係輕輕鬆鬆。繼續唔理佢哋，兩隻傻佬嘅，唔理佢，冇晒啲錢，唔使驚。25，就嚟25分，應該嘗試咗超過。開跳第三格應該一下。Let's go fighter！ 跳呢格。
不懂剪片嘅人，你睇佢嘅影片就會覺得好似睇電影咁樣，咁鬼死長嘅。我知道秘訣，要細心一啲，個心唔好咁緊張，當後面冇人追你，到呢度之後咁樣一個大跳，發現咗啦。26分鐘，呢個影片佢而家播到，因為我知道呢個影片幾分鐘，用多次嘅 OK， 成功咗大半啦，我成功跳埋呢個信仰之跳，信仰之約，應該咁樣講。使唔使上網查？唔使，反正大家都聽得明。呢度跳，發現一開始嗰幾套都係，一開始嗰幾個影片都普通話，我都唔知為什麼。而且嗰啲普通話都唔正嘅，正。又嘟，又咗啦。差啲。唔係好似上班打卡咁樣，就每日拍一個，之後呢，就唔記得咗發喺 YouTube 度。好講真的，每日拍幾個，之後唔記得咗發 YouTube， 幾可笑。然之後部 iPad 唔夠位儲存，洗晒。真係呢遊戲冇咩內心係玩唔到嘅。我承認係我多動咗一下嘅我嘅手指。通常玩三國洲嗰啲咩射擊 game 嗰啲，玩 rifle 仲用咩武器？玩 rifles 個競爭者讀得唔啱音嘅。耶幾開心，有啲啦。之前
我發現嗰啲英文圈嘅嗰啲人，嗰啲訂閱數英文嗰啲揾唔到零啊，好似唔明點解。發現英文容易啲賺粉絲，個人又唔識英文。應該唔係咁噶啦，啱啱講我做錯咗啦，錯誤示範。因為如果想跳過嘅話，就咁跳過嚟。咪跳咗啦！快啲過呢關好唔好？過完呢關就完㗎啦，呢個視頻就完㗎啦。過埋下一個，到咗下一個存檔點。過埋嗰幾個有幾塊磚撞嗰度咧。用下你哋大手或者大手點下呢個訂閱掣。如果唔係嘅話，我就會俾啲岩漿殺死佢。你按下咗呢個訂閱掣，我就即刻成功。或者按下呢輯影片嘅喜歡 like。人家識英文嘅。問題，呢個問題，愛因斯坦。問題，愛因斯坦。愛因斯坦地。哇！返唔到去啊！又要再試多次啦。已經大約33分鐘啦，用咗，真係呢款遊戲太好玩啦！非常強烈，大家又換呢個，我想嘗試我嘅遊戲。非常建議大家玩啊！容易令到人開心，十分開心。同埋令人覺得呢個瘋狂嘅稱呼，瘋狂，恐怖戰鬥，神來為人Go！ 哈家鼓，哈迪米奧南北魚個海洋，南北魚個海洋，北北斗，我馬吉里曼波海呀，古南里拉多。呀！滴滴答答滴滴滴，嘟嘟答答嘟。喂喂，大東北是我的家鄉。大東北是我的家鄉。每寫一次就講一句大東北是我的家鄉。大東北是我的家鄉。哇！大東北是我的家鄉。停止呢個寫一次講咩嘅，講芫茜最難食。芫茜最難食。你知唔知點解呢個人突然間死咗？因為佢食咗芫茜。
覺得芫茜好食嘅。哦，覺得芫茜好食嘅，我估計得個0.1% 嘅人。查咗一下，發現好多人都食。呀！又跑唔返去，好屎啊！呢個 game 好屎啊！我啲操作好屎。哇！啊！凌晨11點，講笑，凌晨11點，邊度有機會人咁早就喺度拍片咁晏？凌晨10點就機會，點會10點？點會凌晨11點？點會凌晨？邊個傻佬話凌晨？請向我交出你的名號來。當就係路人甲餅，路人甲月餅，哈！哇！好叻啊！打爆部平板仔，平板話 HP 扣到183 ，HP 扣到99.999。前因為成日好懷疑啲人點解成日講999咁樣，就唔講100嘅喎，真係唔明。各位呢個玩三角洲嘅有冇？就如果玩呢個玩三角洲嘅話，就呢個影片下方點下喜歡。講笑唔係一定要點，或者評論區留下你嘅呢個名。好堅毅啊！呢個遊戲玩咗30幾分鐘都，哇！真係好堅毅。啊！好叻啊！呢個只係我嘅實力9牛1毛啊！而家要用9牛10毛嘅實力，1000毛好少嘅，我要9牛10毛嘅實力。啊！9牛10毛嘅實力。正常應該一隻手就移試，嗰隻手就搖搖桿，呢隻手就撳下面啲掣咁跳啦嘛。然之後呢，我又唔講邊個啦。有個人呢，竟然係呢，應該係5次，3、4，哦，第5次。OK， 再試多次。咁啱啱突然之間我隻腳人偶嗰隻腳。你知唔知玩呢種 game 咧，話好唔好處㗎？就係咧，你坐喺度咧，之後心跳咧，突然間飆得好高啦，好緊張啦，就係會有個唔好處。咁即係有陣時有啲好緊張嘅話，即係追逐 game 嗰啲，
咁都心跳變高。尤其是你坐喺度玩，趴喺度玩，咁就好唔好？非常唔好。好唔好係非常唔好，唔係好皆唔好。我個 friend 竟然誤解咗呢句嘢嘅意思。係啊，之前學校咁樣同佢講，之後就好唔好咩意思啊？又好又唔好，好好，你哋好好就係非常好，好唔好？應該其實真係會有人好唔好咁樣講。如果冇嘅話，我哋倉頡做字啊，做詞啊。倉頡做字應該前面做埋做詞嘅啦。所以阿倉就係做字嘅，阿頡就係做詞嘅，所以我係頡得。又跌咗落去啦！而家生命值，不過一打就冇。其實行走嘅呢個銷毀方法，行走嘅呢個岩漿，我哋進入狀態了。信仰之躍，信仰之躍，跳躍。呢個大跳有問題啊！唔係識吹口哨，下低評論一下。哎呦！直接衝一下、兩下、三下、四下，第五下直接衝。我呢下就衝，第四下就直接衝。OK， 直接42分鐘，唔係43啦就嚟。呢個真係適合一啲脾氣非常好嘅人玩，或者好多時間嘅。我相信我班 friend 絕對玩唔到。1、2、3、4，我等到第4次先衝啊！傻咗啊，縮咗。OK， 識啦，已經玩咗呢樣好多次啊，40幾分鐘嘅功勞。40幾分鐘玩呢個，睇到我痛哭流涕。太長啦呢段片，我又冇時間睇啦。咁就咁樣行，咁所以我咁就唔可以檢收咗佢先，抌佢出去 YouTube， 抌佢上 YouTube。抌佢去啊！咩？即刻抌！都係咩一下？咗啦！咗！喉嚨傷啊！咁就食，未揾到廠商。咁食咩川貝咩枇杷咩咁樣嘅糕啊？嗰個咩？食嗰個咩何濟公嗰個唔關事。主要都係太難，所以我先要講咁多嘢。口水多過茶嘛，因為上堂有陣時會傾偈嗰種啊。
一個高過10萬訂閱嘅人，最屋企絕對有咩啊？有啲人就話10萬訂閱獎牌，答案係假㗎，答案就係有一部手機。唔係，我屋企絕對有一個可以令佢嚟拍攝嘢嘅用具，啲手機啊、平板啊、電腦都可以拍攝到嘅。仲有啲咩攝影機嗰啲唔關啲平民百姓事啦，平民百姓冇機會㗎啦。哇！最近嗰個咩㗎？我唔使喎，睇你使唔使食咩啊？燒嘢？哦，no。咁耐嘅呢個 game，玩咗成40幾分鐘啊！呢個 game 都未通關一關啊，一關咋，40幾分鐘啊！跌咗落去啊！咁樣之後，我喐咗啲咩？通常喎，差咗呢個遊戲就係嗰種差咗嗰少少就即刻嘅 game，差少少就咗啦，爸爸。每次都㗎。剪片。如果我可以喺1個鐘頭內通關呢個 game 嘅話，我就學剪片。我必要喺呢個1個鐘頭內通關，因為我想學剪片。其實我講我要又嗌啦，呢個傻佬喺度嗌，粗言。點解嘅？哇！點解我做咗啲咩？為何要如此對我？小孩哥表示我不知道。作者有啲問題啊！呢個1下、2下、3下，我喺第4下嗰陣時衝啊！除完第4下，唔係除緊第4下。OK， 記住啊，要考㗎，通關完要考㗎。哇！點解啊？差少少都會死嘅 game，點解要咁樣啊？為何啊？為何要那麼瘋狂逼自己玩這些自虐嘅 game？ 我做乜行得咁奇怪嘅 ？OK， 又1下、2下、3下、
4下。哎，good，過到，good，啲人好似唔係好存檔嘅喎，撈，撳按鈕 ，OK。我又要撳按鈕，誒，我咪話，哦，先過邊邊啊？我冇咗把槍，我呢度應該先過嗰邊。Okay. 哇！咩嚟㗎？咩嚟㗎？咩嚟㗎？呢個哇！咩嚟㗎？乜嚟㗎？我都係唔走呢邊，先走呢邊啊！先走為進，先走為敬。哇！我手速每秒發出100道導彈。我6個 combo， 14個 combo 可以殺死一隻傻佬。跳落去呢個管道 ，Y B B 啊 B， 咩嘢都係 B 噶。我出返嚟啊！我冇馬里奧啊！要雙電，我買 RPG 啊 ，Talking 應該係咁讀嘅，撳上 Hello， 你有買啲咩？我覺得應該可以買蘋果。有蘋果未生果嘅成就，咁都係過呢邊咯。OK， 我神之手，我撳佢。哦，我知道點過啊呢關，避開個火箭彈人嘅襲擊。火箭，神之手，撳。哇，好恐怖啊！嗰個好寂寞人啊，直接唔用武器速通。哇！點解會射喺呢度㗎？太慘啦！我要等佢轉彎到達呢個陣時我先跳。哇！呢個都係瞄準呢度㗎。玩夠1個鐘，你過嚟啊！哇！點解？我要跳高去殺佢，所以隔好遠先殺。OK， 咁歪，重新。請充電，咪充晒電嘅咩？我等下過嚟嗰陣時跳，玩夠1鐘應該差唔多冇電，應該撐到嘅。哇！咩事？紅，陽光起紅小白馬，滴滴啦滴滴答，你是那個你。啊！差啲跳到。你是那個你，陽光起紅小白馬，滴滴啦滴滴答。哇！瞄準上面，佢真跟。
吉谷好揀嘅，跟公好揀，跟蹤導彈。哇！我做緊啲咩 ？Why？ 係咯。其實我哋換成嗰個劍會唔會好啲嘅？有啲跳佢殺佢，應該唔會喎，全程避開佢啊？定係應該冇咩特別咯，揸個板啫嘛。不過我要學識殺嗰個 boss。有啲難，唔係有啲係極度為難。哇！19，你撐得落去㗎，遊戲君。你睇跳嘲笑喎，試多次呢關就完。他仿佛下定了某種決心，他彷彿下定了某種決心。哇！下定咗啦。